有了，有了哦，哎，我有，不用，对，哎，谢谢。test。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天气的变化真大吼，搁咱大家一透早就来到主的面头前，咱要同心伫遮来敬拜主吼。咱即时同心来祈祷。至善的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伫天气变化遮尔多，阮众人会当来到你的面头前，阮同心要伫你的面头前要来敬拜主你。主，阮真感谢你，阮实在是有福分的人，阮会当伫你的面头前敬拜，伫你面头前祈求，伫你面头前来学乐。主，这是极大的福气。主，今仔日是你所设立的圣日，阮会当伫遮同心来敬拜主你。愿主你圣神伫即时来引带阮，互阮伫整个的礼拜中间，拢有主你的圣神甲阮同在。你对伫阮的服侍，对伫你的信息，你来对阮讲话。主，你拍开阮的心门，将阮世上的烦恼拢放下，来到你面头前，专心来仰望主你。阮行伫世间。阮无法度时时刻刻，阮拢用喜乐的心来伫行踏。总是主，阮相信主你的圣神要来帮助阮，互阮伫软弱的时，阮要靠主你得胜；伫阮艰难的时阵，主你拢来帮助阮。主，阮真意爱你，搁一遍来提醒阮，阮是你
所疼的囝儿，愿今仔日要伫遮同心来敬拜主你，愿主你来引带阮所有的敬拜甲服侍。伫你面头前，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姊妹，大家平安。最近大家过了有好无？好吼。今年接主日学了后，拢伫甲阮的小朋友做伙较济。拄则听美燕老师讲，咱会使做伙来甲上帝的殿，伫咧遮做伙来敬拜上帝是足有福气的代志。足欢喜今日早起，咱会使做伙来唱诗。好，咱先来团练咱今仔日的第一首诗。圣诗217首，咱献开咱的圣诗，咱做伙先来甲一首圣诗吟一遍。圣诗217首，上帝真正是我上帝。第一节，上帝真正是我上帝。第二赞，我心望上帝的魂，亲像空寒江南，爱的满天忽然起云，水落大雨残。好，这首诗大家应该拢足熟的，伊是为养心神诗出来的。所以对啊，听大家唱甲拢真熟。啊，毋过咱有一寡看起来较少年的朋友，所以咱拢各加第一站、甲第二站，咱搁做伙斗阵来吟。好，第一站。上帝真正是我上帝，趁早我要找伊，思想少年过过日过，一万。心望上帝的魂，亲像空寒江南，爱的满天忽然起云，水落大雨残。好，咱做伙献开圣诗第446首。圣诗第446首，圣会应该有执事。咱今仔日有执事要就任，这对咱教会是足重要的日子。请大家嘛会使备办心，为着咱的长老，还佫有执事，还佫有牧师团队会使祈祷。佫较重要的是嘛，为伫咧咱教会内底各种的服侍，有是伫咧团契，嘛有伫咧主日礼拜当中咧服侍。上重要是为咱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头前，咱有一个敬虔服侍的心。咱做伙先来甲这首圣诗的歌词，咱做伙来读一遍。第一节，圣会应该有执事，在早使徒立规矩，制度设立有因端，为服务会中高挂。第二节。圣会建制哪讲法，设立执事当着磨，逐项事工三体系，当协力利益教会。第三节，充满圣神好名声，智慧招庇各有听，专心守主真道理。无贪图不义财利。第四节，言语行为着端正，治家教囝
照圣经，圣光服侍尽责任，尽全力干净福音。这内底的歌词有写着教会对接事的要求，嘛有写着内底咱是为着什么款的原因，咱有设立接事，啊，阁有长老安尼制度。其实嘛，毋是干那咱教会才会接事长老，咱每一个人为伫歌词内底所写的这个标准，咱会当为咱的生活当中，为咱的信仰当中来去思考，咱应该安怎做，才会使互上帝来荣耀上帝的名。即条大家应该较无熟，所以咱较慢的，咱先甲第一节做伙来吟一遍。心灰应该付尽数，在这数都啉几句，这都是你有心断，为何不会中国歌？咱第一节，咱搁做伙来吟，大家拄则应该搁伫熟悉的过程啊，咱搁做伙甲第一节来吟一遍。心灰应该付尽数，在这数都啉几句，这都是你有心断，为何不会中国歌？好，第二节。心灰坚定那讲话，是你一事当着我，大项事讲三体，当险力你教会。互咱第三节、第四节煞做伙吟完了吼。充满信心和名声，智慧照比歌有听，专心守住真道理，无贪图无记在理，坚固行为着端正，伫家家行照圣经。圣光服侍真责任，尽全力干净福音。好，请咱今仔日嘛爱备办心，为着咱教会先人的执事做伙来祈祷。互咱煞来做伙来吟第三首的圣诗，圣诗第170首，恳求圣神感动愿心。这条诗歌是非常有历史的诗歌，咱伫个吟的过程，嘛会使拿少年诗歌词内底所写的内容。头一节做伙来吟。恳求圣神感动愿心。马祖灵灵激起，你祖先的热情源头，好光经验会高。第二节。在这星星感动神的所下对你的心，求你只是开听真理，证明圣经已记。第三节。圣心亲像只下天使，高悬无人秘境，心心有含时常听听，曙光光明。
自那做阮心内坚定，对你话题在明，地上声道就出大声，无向天顶会听。大家若是有看这首诗，伊作词的人叫做 Charles Wesley 啊，讲到这个姓 Wesley 这个姓，大家应该头一个想到是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啊，才有经历两巴度。倒边的这位就是咱这首圣诗写词的人查理卫斯理，正边是伊的哥哥，伊的兄哥约翰卫斯理。这两兄弟伫个对咱新约的历史是有足重要发展转捩点的人。因推动的活动其实创立了卫斯理公会。因嘛伫个18世纪、18世纪迄个时阵，推动教会足大的复兴。真正有甲大家分享过，在18世纪工业革命迄个时阵，其实规个社会是非常动荡不安的。特别是在英国，那个时候的英国国教派非常的腐败，因为因是公务人员，所以圣职人员在台顶所传讲的道理，其实没有办法深入的触动每一个人的心，解决大家在生活中面对到的问题。那个时阵，国教派的人其实想要吸引上流社会的人。在底层的这些人，其实没有办法从信仰当中获得力量，所以就是这两兄弟因看到社会有这种的问题，领受对信心下来，对上帝下来的激励，他们开始很大规模的去推动传教。那查理卫斯理，咱今仔日写这首诗歌的作词的人，伊有一个名号叫做圣诗之王。伊一生创作超过6500首的圣诗，有足侪是咱即马时常还搁伫咧吟唱的。为什么因两兄弟会使为因所信的信仰推动遐济？是因为有圣神伫咧因的心，是因为上帝有甲因感动去做因认为应该爱做的代志。咱每一个基督徒伫咧即世间，拢有领受对上帝遐来。所要互阮，互咱每一个人去做的代志，嘛，就望咱每一个人拢会超出得到上帝对你的启示。做伙过来，甲这首圣诗第一站，各吟一遍，较慢的、较安静，来陪伴咱今仔日的礼拜。困求圣心感动关心，马祖。陪伴心。
所以，咱已经有大的这石头，上帝囝耶稣，经过遐个天，咱着好胆就近恩典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到恩典，做咱即时的帮助。即是请咱做伙来念圣诗，圣诗第217首，圣诗第217首。上帝真正是我上帝，上帝真正是我上帝。趁早我要找伊，思想少年无会得过，伫万年久无离。请咱做伙起立来念。上帝真正是我上帝，趁早我要找伊，思想少年袂会过的，一万年久无离。上帝仰望上帝的恩，只求同行艰难，爱的我体会的气氛，道路大彩。上帝讲阮好我到行，我水应该学路，不吹有的水的好食，无大伊阮的好。你该多曾明白记念，上帝听当慈悲，上帝心的我有当定，阮自在欢喜。遮济，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这是咱做伙来启应文第62篇，启应文第62篇，就是腓立比书的第2章。启应文62篇，就是咱启应文的第2篇，显着咱做伙来启应。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着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着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
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父上帝。这是咱做伙按头来祈祷。阮伫天灵天顶万面的主，伫即个新的一冬春天来临的时阵，主啊，阮要出大声来学罗你的大权能。感谢主，你要互冬天过去。感谢主，要伫刷落来的天气会哪来哪温暖，阮的心嘛会哪来哪温暖。主啊，恳求主，你伫即个天气变化的中间来特别保守阮，会当一家大细来迎接新，佮受到你大大祝福的2024年。主啊，阮感谢主，你赏赐即块美丽的土地，互阮伫遮徛起。主，阮只是要为着阮台湾的自由甲民主，佮阮的经济发展，佮有台海两岸安全来祈祷。主，恳求主你大大来祝福，也互阮学习会晓来珍惜阮即摆的成果。主，我嘛要为着台湾的大选了，即个当选的人来祈祷，互因有聪明智慧，会当有心来为着国家来设想，真心为着台湾来拍拼。主啊，我嘛恳求你，互因会当邀请到上较适合的人来为着国家效力。佮有阮的各部会、县市的首长的团队，求主你赏赐伊有智慧、有远见、有能力来治理阮即个国家。阮期待，因为主你的祝福甲竞选，台湾要诚做荣光你的名的所在。主，伫即个春天天气变化真正大的时，佫有真侪种的传染病伫台湾咧流行。主，即时求主你特别保守大家身体健康，特别阮的长者甲弱者，互因有所警觉，伫咧所做，伫为着避免流行病的即个所做，拢会当有帮助，来提升因的抵抗力。佮阮的中间，既然有遐个病痛的，毋管是慢性病还是流行的传染病，主恳求主你伫即个时阵，赏赐医治的恩赐。互因的身体会当紧紧来得到医好，紧紧来得到爽快。主，我嘛伫遮特别要为着阮的青年人来祈祷，求主你帮助因，互因有一个较无救恩的心。求主你赏赐因较无意爱要行主你为着因备办的道路，互因会当对因的未来、因的生命充满着盼望，会当互因甲因的家庭。厝内的人的关系和好，佫会当脱离遐个三 C 商品的捆绑，会当逃避撒旦的游戏。阮嘛要为着现如时陷落伫战争甲冲突威胁的国家，甲遮个人民来祈祷。主啊，求主你来煞了遮个战争甲冲突，来化解仇恨，来安慰囝仔遐有失落人的身躯甲心灵。主，阮嘛要为阮教会伫遮服侍的牧师、长职、敬拜团信歌队、主日学所有老师同工，甲各个团契的会长同工，服侍来祈祷，求主你感纳遮个人的祈祷，赏赐遮个人拢有合一的心志，互阮的担会哪来哪轻，稳定甲祝福会哪来哪溪天。主，阮真正是感谢你。你对阮的应允2000年来拢无改变，阮欢喜要献上阮的学乐甲感谢，求主你来接纳，嘛求主你来听阮的祈祷，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圣经
今仔日的圣经拢总有2段，记伫使徒行传第6章第8节甲第9节，佮有第7章的第55节甲56节。现着我来读第6章的第8节。司提反受恩典甲才能满满，行大诶奇事神业伫百姓的中间。迄时有会堂叫做利伯地那的、甲古利那的、亚历山大的，以及对基利家、亚细亚来的几若人起来甲司提反辩论。司提反用智慧、用神来讲，因无会抵挡。过来第2段是咱第7章的55节，独独司提反互圣神充满，注目看天，看见上帝的阳光，耶稣徛伫上帝的大屏，就讲：看啊，我看见天开，人主徛伫上帝的大屏。以上，即时咱要请少年团契为着咱来献诗。因今仔日要献的诗是我相信。我
讲到，咱们请科牧师来讲到，今仔日的题目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阮献上感谢。天气的变化，你悠然保守看顾阮，看顾阮伫你的恩典中间，阮要来领受你对阮所讲的话。愿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助，成做阮的快乐。只是恳求信心运行伫阮中间，互阮明白你的话语。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题目是信心充满。我毋知大家听到信心充满这4字的时阵，恁会想起什么款的画面无？信心充满，恁敢有一寡过去的经验，也是讲过去你所参与过遐聚会，也是你看过即马咱讲遐 YouTube 遮影片记录。当你听到信心充满的时阵，你会想起什么款的画面呢？实际上，信心充满，毋是干那孤孤单单一种形态尔，因为信心伊是多样的，伊是真侪面貌的，所以咱袂当将信心的工作限定伫某几种以即种的方式来呈现尔。咱对《使徒行传》内面看到，一开始伫新的一个信仰团体形成的过程，使徒因真忠心咧传讲真理，照着因所传讲的，因咧回忆过去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应允，因咧传讲的是互福音得到宣扬。这个中间真重要的就是信心的引出下面，互这个新的信仰团体有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咱对使徒行传看到讲的是人数加倍咧增加，所以这个团体伊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伊需要一寡领袖来帮衬。四散伫逐所在会晓讲希腊话遮犹太人。因即时刻加入伫即个新的信仰团体中间，人愈来愈多，所以即阵人伊发现一件代志，就是伫因中间遮个寡妇，伫因每一工生活顶面遮需要的物件，伫即团体咧分配时阵，因受到忽略，因为伫过去伫犹太人的会堂。因所关心遐困苦弱势的人，这是真久以来一个历史、一个传统。所以，当即阵军队基督的人，因要持续即种的习惯，但是人愈来愈多，所以分配时阵，因就无法度处理。所以经文内面记载即句话讲，使徒讲，阮放下上帝的道理。阮去管理遮饭食的物件的时阵，其实这是无合宜的。即句话，咱是感觉讲啊，使徒你哪会讲即款的话？使徒伊毋是看轻即种的工作，使徒是要去采取一个行动，要确信、要确保即种社会关怀的行动会当继续落去。所以看起来，这敢若是一种事务行政的工作，总是这是建造团体其中的一个部分。使徒的话语中间，其实伊要讲的是，因咧传讲上帝的工作，这是因上主要的任务，嘛是因上主要爱去做的代志。所以伫路加福音咧记载这件代志中间，路加。伊无用“执事”这个词来称呼即阵要互人竞选起来管理饭食的遮个人。路加无的确是咧说明设立执事的即个起头。即阵互竞选的人，
因要竞选的条件是有名望，伊有名声。佫重要的是，第二个是信心充满。然后因为信心的充满，因有智慧。这是使徒因在敲找要竞选这个人的时阵，因所协调讨论出来。伫使徒祈祷了后，接受华秋礼。这个华秋礼是采取犹太教的方式，互因有这个权力、权威以及伊的能力了后的行动。今仔日，咱伫礼拜中，咱有2位执事要设立，因要伫上帝面前来誓约。咱兄弟姊妹嘛爱同齐来誓约，因为咱是一个共同的团体，咱拢伫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中间，咱做伙同心服侍，互教会伫疼的中间受建立。咱要做伙来起造一个上帝的教会。现今，咱伫教会服侍的这个形式，咱咧设立一寡职务，也是设立一寡咱的会长，拢是咧适应教会对领袖的一个需要。使徒行传对12位使徒开始，渐渐形成其他无共款形态的领袖。这毋是伫信仰团体教会初期一开始就固定啊。这个嘛毋是上帝旨意一开始的安排。设立这所有领袖，是教会为着信仰团体的运作，创造开始某一寡形态的领导者。教会设立的职务，是伫无共款的需要、无共款的时代去做改变。今仔日咱所要设立，是因为咱需要，咱需要是因为上帝爱咱去听别人。咱看到即马有无共款的基督教的宗派，因无共款的制度、运作的方式。所以，伫咱内面，咱长老宗内面，咱有长老执事的形态；伫别个教派，因无共款的区牧小组长的运作；伫整个教会内面，有主教的方式，有代议的方式，有会长的方式，等等这一切运作的制度，拢是因为需要。所以，咱教会就要去注意迄个真重要的代志，咱爱对着信心的引带，用创造来回应咱眼前的挑战。互咱教会需要去完成某一件事务的时阵，咱就去策划，咱就去完成这个代志。伫使徒行传第6章，嘛真拄好，咱今仔日会读经的进度就是第6章，咧讲到执事的设立。咱看到有关使徒伫耶路撒冷，因为这行政的问题，互因有一个解决的方式。照着这段经文，作者路加咧甲咱提醒，教会的行政的运作，甲内部的需要关怀，这是真重要的。而且对外的福音的工作，要见证耶稣是基督的这个事，互人归信、确信的这个真重要。这拢袂当放轻，也就是讲，无论咱伫教会内面，咱咧斗相共搬物件，咱咧做食摄影，咱是讲影音的控制，也是影印资料。也是咱每一个人准备参与伫周间的聚会，咱礼拜来到教会参与伫主日礼拜，伫咱礼拜中间，伫咱周间，咱去关怀接待咱的亲朋好友，咱来关心咱的兄弟姊妹，也是你去看到遐需要照顾的人，这一切拢是伫信心充满的内面。
咱所做一的服侍。今仔日咱要就任的2位执事，一期即任咱有11位执事。牧师要甲恁提醒，无论你是第一届就任执事，也是担任几多届的执事，执事的身份是对上帝互恁的。所以未来当恁咧面对教会各项的事务的时阵，这一切一定拢有恁袂晓的。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嘛是同款。咱咧协助、关心、共同参与伫教会每一项事工的时阵，一定拢有咱袂晓的，一定拢有咱无识的。总是咱毋免烦恼，因为伫信心的引带下面，咱拢会当做。即事是通过选举的方式，任何正人伫信心的引带下面选出来。所以，恁毋免惊，因为恁爱坚信上帝的大能，伫恁负责的事务顶面，信心会充满伫恁的身躯顶。伫《使徒行传》内面第6章，正人所选出这7位要来协助使徒负责这个行政的事务。7位上尾敢若聚焦伫其中的2位。就是司提反甲腓力。经文伫这内面，搁一届咧强调着司提反是一位信心坚定、互信心充满的人。这个是完全符合伫使徒当初时所定的条件。毋但安尼，司提反搁充满着上帝予伊的恩赐。伊有上帝予伊的能力，所以司提反照着上帝的赏赐，伫民间做了真侪奇事甲神力。这个拢是对信心充满予伊的。咱若根据经文的记载，司提反所服侍的形态，毋是伫团体中间敢若管理遮的饭、遮的食物尔。伊嘛毋是使徒，迄种第二代的领袖，会当行遐奇妙的事。因为行遮奇事神力，伫当时敢若使徒会当做尔。所以咱看到司提反，伊会当做遮的代志，当然就引起一寡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因的反对。但是信心赏赐互司提反有智慧，互遮咧控诉伊的人无法度来辩驳司提反伊所讲的话。司提反咧面对即阵希腊犹太人，即阵犹太人因的心，伊开始怀恨在心，伊开始进行迄种要诽谤司提反，要去控告伊，讲伊亵渎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因讲因亵渎因伫上帝圣殿甲敬拜。伊控告的时阵，嘛讲到耶稣，伊要拆毁圣殿，改变摩西传予以色列人所设立的即种习惯甲传统。伫顶礼拜，咱读到《使徒行传》第5章，咱看到使徒为着基督的缘故受到迫害。今仔日，咱伫司提反的内面，咱看到伊毋是基督，伊嘛毋是使徒中间的一位。不过，咱看到伊所遭有的，甲伊的考验甲苦难，咱知影一件代志：迫害会伫任何人的身躯顶来发生，特别是伫每一位忠心信靠的人，拢有可能为着信仰来受苦。所以，当即阵将信仰伫生活内面真实活出来的基督的军队者，因所要面对的受苦甲迫害，迄种危险的程度会渐渐升悬。咱看到
对使徒行传开始，使徒所面对的是警告，然后鞭拍，然后是死亡，是为着基督的缘故，因丧失因的性命，因为着要向世间人来见证因的信仰是甚物，所以因愿意忍受经历这款的苦难，是要互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互众人拢会当知影。当司提反咧面对这个指控的时阵，咱想象一个画面，伊坐伫议会的中间，即个人咧控告伊，甲伊面对面，看到伊。英文记载着即时，司提反的面貌，亲像天使的面貌。作者陆家伊要照着安尼要指出，司提反即个时刻有信心的临在。司提反伫即时是要开始做一个宣告，所以咱看到司提反伫使徒行传中，即个上长的一个演说，要来表示整个伊要讲的是一个重要性，是要来回应大祭司所问的：敢真正有即款的代志吗？司提反开始讲，伊讲：恁有即个勇气来控告我，恁所讲的是我违背摩西所颁布的律法。那呢？恁看恁家己咧。司提反用阿伯拉罕做一个开始，对在场的人来解说整个信仰的旅程的起头。上帝应允阿伯拉罕的子民，带因到一个会当敬拜的所在。接着，伊继续讲到约瑟的代志，伊予伊的兄哥卖掉，正做奴隶。约瑟甲阿伯拉罕，其实已经差真远的年代，但是咱看到，当伊咧描述的时阵，伊咧讲到这种冲突永远存在。上帝甲约瑟同在，伊的兄哥的怨妒，因将约瑟摆伫因的家族的家庭的内面。但是咱看约瑟的故事，互上帝计划会当成。司提反继续用上帝的仁慈来描述摩西的故事，对上帝敬畏来回顾一个真重要的时刻。当司提反咧讲摩西的故事的时，伊是要显示，因为伊互人控诉伊亵渎摩西，这是一个无公正的控诉。所以司提反嘛咧提醒每一位在场的人，讲当时摩西伊的同款的同胞，因无同情伊，嘛无要听伊的话。但是咱对整个摩西的故事内面，咱看到伊是拯救因脱离埃及，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得到真正的讨棒。但是百姓却无法度真正明白伊。所以咱对第7章27节，司提反咧讲的是，因安尼犹疑是些人入做阮的领袖甲审判官咧，因无明捌摩西。司提反继续对上帝伫支派内面显出这个使者的手，派摩西做领袖、做救赎的。摩西是当时上帝所兴起的领袖。摩西伫西奈山顶面甲上帝面对面讲话，所以上帝呼召伊出埃及，带这些百姓过红海，离开迄个受侮辱、受苦的所在。旷野40年间，经历到大大细细新掠机主。上帝用风挑、用火挑带因头前的路，用玛纳来养饲因。
上帝透过摩西拍石盘出水，供应百姓的需要。所以，当司提反将这段信仰的经历甲过程，向在场的人来说明的时阵，就是将迄个攻击伊家己的经文，反倒去攻击攻击伊的信仰的团体，而且伊指出在场的人，讲恁过去捌背叛、反背上帝，恁去拜偶像的这种团体，会阁一概敌视上帝。也毋过，恁若做这个代志，去拜偶像，司提反伫这中间，伊要讲的是，犹原承认迄个见证上帝临在的圣幕已经伫恁的中间，一直到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以色列人的信仰才渐渐转转来。咱看到司提反伫真长的这段演说的内面，伊咧讲回顾这个历史，伊要讲的是，人敢若关心着手所做的圣殿，但是这一切拢是对上帝亲身的创造。恁可无看，恁拢无去看到上帝，恁敢若看到圣殿尔。司提反要指出的是，恁安尼嘛是违背、反背信仰。所以，当司提反引用以赛亚书第66章第1节到第2节了后，伊开始亲像先知阿摩斯、耶利米共款，伊开始咧控诉这群人，攻击这群人，伊无留情面，当面咧责备这群人，讲因是心内咧抵抗信心的人。所以，当司提反咧控诉因讲因抹杀了上帝公布，因无要接受上帝的这一切努力。这个顶面讲的，就是咧讲耶稣基督。司提反讲了这个话，众人听了其实真受气，对司提反加之加之，人当面互人踢破了后，真容易挑起人心中的这个怨愤。所以司提反伫众人的面前，勇敢指出犹太人所犯的错误。伊讲了这个话，真有可能互伊的性命会无去，但是伊犹原真坚定、坦然地面对，定义爱照着真理来讲良心的话。各位兄弟姊妹，咱生活伫这个世代，伫即时的台湾，咱的迄个环境，拢甲司提反无共款。文化、传统、社会意识、科技创新，拢甲2000年外前无共款。咱咧面对生活顶面的处境，咱咧面对信仰顶面的挑战，确实无共款，也毋过也有相像的所在。那呢？当咱生活伫现代，司提反伊是用伊的性命咧见证伊所知影的信仰。那呢？咱每一个人，你要用你所信的，你要安怎来见证你所信的耶稣基督的？三个月进前，有一天我去玉山银行去开户。我想讲，就伫隔壁尔，我就行过，我就讲，入去讲，我要预约，我要挂号。伊讲袂使呢，你要预约你才能挂号。我想哇，即马银行要开户，搁爱挂号吼，所以我就咧又讲无要紧，你会当伫头前电脑，你会使先填你的资料。当我咧填资料的时阵，有真侪选择吼，特别有一个职业栏吼，我就甲写。我就毋知，因为拢无牧师即个栏位嘛，吼。你知我写啥？我甲写其他，好其他后壁它就有跳一个视窗出来，就你可以写迄个其他是啥物，我就甲写牧师。
写了后，就等号码。迄个接待迄个银行的人，伊就讲：你就看我的资料了后，要开始开户，就讲：哦，你是牧师哦。看主记，开元街27号。哦，你伫隔壁。就安尼，阮就开始有一寡对话。伊讲吼，伊有时会经过咱教会，感觉足水的，特别是伫圣诞节的时阵吼，感觉真水，因为咱拢有布置。伊就问我讲：啊，牧师，你是拢咧做啥物？我讲迄天的行员可能是信心甲伊同在，所以问足侪信仰的问题，我就甲伊分享。我本来按算吼去开户吼，半点钟就结束，但是我迄天开户开2点钟。我毋知有人迄天有看到我伫遐无？总是当安尼咧甲伊说明、咧甲伊讲的时阵，我嘛邀请伊讲：啊，你有会当，你嘛当来阮教会。但是无住即附近，住较远。各位兄弟姊妹，牧师要甲恁分享的一个，是要甲恁讲，当咱要传扬福音的时阵，毋是伫特别一个固定的场所。也是讲，伫一个特别固定的时间，咱才有法度来见证你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嘛，毋是讲爱特别举行一个真特别的特会、聚会，还是活动，你才有法度去宣扬耶稣基督。各位还阁会记得司提反吗？当即个记载司提反伊即个人咧介绍的时阵，圣经是怎样记载的？圣经的记载是，司提反是一个信心坚定、信心充满的人。所以，当咱咧面对挑战的时阵，咱亲像司提反，伊咧面对挑战，信心赏赐伊有智慧，互伊会当讲出一个合宜的话。当司提反伊咧诉说以色列信仰的历史的时阵，是有信心的同在。当司提反讲了后，信心充满，伊夜目望天，伊看到上帝荣耀，耶稣徛伫上帝正边。当咱每一个人，你若愿意，我想咱拍开咱的心，咱降服伫上帝权能的下面。咱认真来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我想信心就甲咱每一个人同在，信心就充满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那呢，当咱要去宣扬，咱要甲人分享的时阵，信心会帮助咱，甲人来讲一个真理。信心帮助咱毋免惊吓，咱毋免烦恼。信心会互咱勇气来面对一切艰难甲挑战。路加福音是伫主后70年以后，路加是伫主后70年才开始写《使徒行传》。迄个时期，耶路撒冷已经受到迫害，犹太基督徒嘛，互人赶出去耶路撒冷。路加伊要照着司提反。路加伊要讲出当时对教会的失落甲痛苦，因为这福音原本是犹太人的好消息，因却误绝啦。司提反讲了这真多，决定了伊的未来。司提反照着伊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伊咧讲出遮个人无忠实对上帝这个事实。当司提反讲了真多，伊要回答的是大祭司所问的迄个问题：果然有即款的代志吗？司提反敢有亵渎摩西甲上帝的话吗？其实司提反是一个顺道的人，是一个顺道为信仰牺牲的人。路加这位作者，伊是咧捍卫信仰的人。司提反讲了遮多，目的就是要讲对亚伯拉罕到耶稣是连做伙，
这一切拢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对亚伯拉罕应邀，一直到上帝批判耶稣基督道成肉体的救赎，但是犹太人却弃绝了上帝的应允，将耶稣钉伫十字架顶。煞尾嘛，将见证的司提反杀死啊！那呢，你愿意为信仰牺牲吗？你愿意为这个信仰来牺牲、放弃你家己伫这个世间所爱的这个代志，然后来捍卫你所信的上帝、你所信的耶稣基督甲信心吗？我想，信心伫咱每一个人的中间，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伊充满伫你我的内面。所以，当咱愿意，咱互信心来引带咱。还引带咱教会，互咱用坚定的信心来跟对耶稣基督的脚链。咱爱伫任何的时间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咱做伙来做，咱做伙来见证，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愿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你看顾阮。你将你的圣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阮的中间，承担了阮的罪过，赦免阮的一切所犯的错误，互阮会当甲你面对面。愿你赏赐阮属天的能力、智慧，互阮会当去传扬你的福音，恳求信心充满伫阮每一个人中间。互阮所讲出来的话，会当荣耀上帝你的名，会当互人认捌你，得到利益。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要来举行结束的设立，请咱唱圣诗第446首，唱全首。嘛，请咧唱的时阵，咱请两位要设立的结束来到台前。咱坐起音就会使。咱要设立这书是遵探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规则。这是小会要奉爸囝信息的名，组织要设立的张景元、柯玉佳做教会的职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的事务，咱嘛竞选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的话甲圣礼典，所以这是恁2人要来誓约。张景元、柯玉佳，恁担要领受职事的责任，
恁有确信这是上帝召命也无？恁愿意做文山教会的执事，就要尽忠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约要安尼行也无？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伊做主。既然关系教会的事务，就我靠伊来说法，恁要安尼行也无？恁愿意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也无？这时请会众起立，咱要做会众的誓约。恁已经竞选张景元、柯玉佳成做教会执事，你有心实欢喜接纳因也无？因替恁备办教会的事，恁着敬重因，疼痛因，替因祈祷，恁约要安尼行也无？保持教会的处事，彼此若有失处，应该通知小会来说法。毋通四界不容，致到妨害教会的大局。恁约要安尼行也无？这时我要来宣告，我奉主耶稣基督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同会小会的官兵，设立恁两人做文山同会的执事，煞通知正会友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当恁受设立做执事，协助牧师长老，就存清气的良心来办理教会的事务，互上帝名得到荣光。会众请坐，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我感谢你，你互教会竞选张景元、柯玉佳正做执事，愿主你亲身看顾因、赐福因，使因属天的气力、属天的智慧，嘛互信心充满伫因的身躯顶，互因的灵活泼快乐，互因咧办理教会的事务的时，一切拢伫上帝的计划中间，甲长老、甲所有的同工。做伙来建造上帝的教会，互即个听会当对教会来活来宣扬，愿主赐福伫因两人的身躯顶，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请小会员来接纳。好，介绍要不介绍一下哈，之前好像都没有介绍，我觉得还是要介绍一下哈。柯玉佳，柯玉佳，政大的老师，我想以后他可以给我们很多在教育或者是等等其他方面的一些帮助啦哈。他的儿子现在在主日学上课所以我们欢迎他景元第几代？第5代从小在教会受到培育所以我们都看着他长大的，所以呢之后也要时时帮助他协助他，让他在整个教会的事务上能够更加的来荣耀上帝的名。我们也来欢迎他。好，多谢，来可以请回。咱来吟圣诗，圣诗第170首，圣诗170首，恳求圣神感动阮心，恳求圣神感动阮心，捌主能力极深，你做先知，
热情源头，互阮经验会到。请咱做伙起立来吟。这是咱的奉献。当咱来到上帝面头前，咱谦卑来领受上帝恩典。咱来算小上帝赏赐的一切时，咱就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咱对伊内心来备办奉献，求上帝来感纳咱所献的时间、金钱，甲咱的心志。说出咱的中间，若有人还佫毋知影奉献的意义，咱会当毋免奉献。
就是咱做伙来读咱今仔日的金句，咱来读2遍。请咱做伙来读。细囝啊，咱的三听，毋通用话用指，就是用着行用诚实。约翰一书3章18节。细囝啊，咱着三听，咱毋通用话用指，是着用行用诚实。约翰一书3章18节。好，这是我的报告。下周的事工的分担，台语堂甲华语堂的，我只有台语堂甲华语堂的顺序。咱的领唱是圣歌队甲敬拜团，司礼是着迄落张乐，司琴是张信邦甲黄慧谦，献诗是圣歌队，司献是张文心甲姜景伦，佮有张文顺甲徐仲模。交台是张文心甲徐仲模，音控是施浩轩甲柯信温，讲课经理是黄灿晶。过来，咱有即个顶周的出席甲奉献，请咱做伙家己来看。册书内有出入，在咱教会干事还是财务部来见证。搁咱的下主日的聚会，拜三是8点是查经祈祷会。要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2章。咱的主理是理学的传道师，司会是施行武的执事。搁有咱的礼拜日儿童主日学要上的课是歹人的献祭。咱的主理是黄文宏长老。搁有咱的，搁有爱乐老师。搁来，咱的礼拜日，咱的圣经是希伯来书第10章35节到39节。题目是忍耐的人有福气，课文是第6篇，佮有咱的主日是黄灿晶的牧师。佮来咱掀开后壁，你会先看到的是咱的奉献，请咱家己看，说书有人有出入，再来咱的会计来见证。佮掀开咱的第6面是教会消息的报告。第一件代志是，咱拄则已经有举行2024年执事的设立。咱今仔日所设立的2位新的执事是张金伦甲郭玉嘉2位执事。搁有第2点，咱的奖学金的申请，欢迎咱的成绩若有符合标准的，当来提出申请。咱的标准是总平均，咱的高中生是80分以上，咱的高中职甲大专的研究所拢是75分以上。缴交的期间是到3月初10，爱做伙包括申请表甲成绩单的正本拢做伙来交。咱的申请表会当伫1楼柜台来摕。搁咱第3点是圣经的事工表，请各个团契开始来缴交下一季的聚会表。搁来有第4项，咱来恭喜咱的团队，理学团队，张举行咧结婚典礼，所以伫咧下主日3月17日下昼的12点半，要邀请咱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分享伊的欢喜，伊要伫咱遮来办结婚的感恩大会。搁来理学团导师伊的婚假是3月初6到3月15。搁有咱的第5点，中执会开会要伫下个主日3月17日中午12点半，要召开咱的中执会，请咱中执会家来出席。搁有第6点，咱台南圣人院的奉献主日，下主日是咱台南圣人院奉献主日，咱神殿教会黄灿晶牧师要来敬道甲请安，请咱兄弟姊妹来做伙做备办心。搁有咱的第7点，8月日的开课。上课时间是4月14要到6月30，预定要上课拢总有6届，实际上要上课时间，是老师甲咱的学生共同来决定。搁有上课的每一个时间点是伫礼拜日的下晡1点，若是有开课时会准备简单的午餐。搁来第4点，咱有分做2班，有一个基础班，咱的老师是郭德文老师，搁有进阶班的是陈胜勇老师。请咱若有意向要来报名，请去到1楼的柜台来报名。报名截止的时间是3月31日。搁有咱的教会有侪人身体欠安，请咱逐个为因来祈祷。搁来咱的遮特别有记录咱的奉献的方式。
为着要方便咱的会友来奉献，请咱嘛会当参考以下的账号来做汇款。过来，以上毋知有今仔日第一届来到咱的中间的无？咱来介绍咱的新朋友。刘兄姊平安。这是咱来介绍今仔日的新朋友吼。咱要介绍对夫妻吼，杜平喜先生刘清华姐妹。伊是咱理想弟兄的生囝甲亲母，嘿，对。也是咱徐全村徐爸真好的朋友，真久真好的朋友。因目前是伫咱教会较少听吼，台北服务业。台北服务业福音教会，这是属于中华基督教教会内地会体系。今仔有机会，来甲咱同齐伫遮敬拜上帝。希望以后嘛常常会当看到恁来。好，请坐。以上。好，咱特别即摆来做咱的平安礼，特别会当利用咱平安礼的时间，甲咱的新的朋友也是久无看到的也是。真接要看到，拢共款，咱会当互相请安甲问好。来，咱会当起立来讲，咱的边仔的人，互相请安，互相问好，互相祝福，互相祝福，互相来熟悉，久无看到，互相来小祝问，感谢主。请咱开讲，无讲伤久好，会使小坐落来开讲有拄好就好咱做伙即时，咱来唱，咱拢诚侪一家人。咱拢诚侪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这才是真理。咱拢诚侪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这就是上帝的主权。因为耶稣这最先，因为耶稣立更名，因为耶稣咱有和我的人生。我喜享受主的名，我喜给恁的尊名，因为耶稣奉献三业主属定。请坐无呢，咱要搁唱圣诗，咱搁做伙徛咧，咱来唱圣诗。至圣天父，阮感谢你，互咱上煞要变的圣诗，圣诗了，请咱的牧师来为着咱来祝祷。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引带，甲你相记，心内最好伫你面前，对主无悔，答你世情。你所要我表真理，你我心。
期盼上帝所赏赐的平安喜乐，最后所期待的救赎毋忘。信心的夫妻帮助恁，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列倒。好，要等一下。好啊，那边先坐一下啊。好，拜拜。